甲骨释文第15集。你捌跳舞跳到3个太阳、3个月亮无？那阮华人的朋友3天3夜，因是讲3个太阳、3个月亮的啦。3天3夜是3天加3个夜晚，所以总共是4天半咯。日子总是爱过，所以过日子是日时爱过，暗时免过吗？讲算笑啦，主要是要表达计算日子的单位，这是抽象概念，文字无好表达。各族群有伊的习惯讲法。台湾人安怎讲呢？日子爱过一日过一日，用这二日。个另一个讲法咯，日的古文。什么是日的古文？康熙字典有记录，安尼写：即字外将为内将长，长在讲台语的长，长者正夜、行夜。第3集有介绍过，为者为绕夜、午梦的概念。当于文化的用语，咱学一寡仔，即马来学即字，真自然就学起来，有无？是啥物当地围绕？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日时上明显在长西，就是日头；暗时上明显运行的天体，就是8斗7星的晡遐的光。光头白日，文字的运用，白日也当作是规日，一日一日，无人有意见。代表暗时的工，当作是规工，一工2工。讨海人的习惯，应该也靠吧？无就用古字的即字工，在理的运用。即字工，毋知何时开始安尼写，毋知何时被废。闽南人保留古字的讲法，学甲骨释文较紧，有使人感动无？俗语有讲：斗变冬至，天下皆春；斗变南至，天下皆夏；斗变西至，天下皆秋；斗变北至，天下皆冬。遮讲的春，差不多是指交春的暗头仔。其实所有的星，一天就射一圈，6点钟就射90度。所以交春迄天的半暝就射到这个所在。地球自转一圈的时间只有23小时56分4秒，也就是每一粒星第2天会提早3分56秒来到昨昏的同一个所在。北极星甲地平线的角度，就等于观察地点的纬度。伫台湾纬度23度的人，看到的北极星就伫角度23度，所以伫秋冬时节就较歹看到北斗7星。伫渤海湾就差不多是38度，伫北极星就伫正头壳顶咯。这几字嘛是日的古文，一般人这世人可能袂阁看到啊。借这个机会，体会看卖古人是如何造字、如何观察的。这集的节目较短，甲骨先生拄教，因为真感动，就先整理和大家分享。